敘利亞人。萬主之主，萬王之王，永遠長存嘅父上帝啊！你係滿有恩慈、憐憫、公義嘅神，求你憐憫敘利亞呢個飽受戰火摧殘嘅國家。佢哋喺過去13年嘅內戰所經歷嘅痛苦、絕望嘅呼喊，主你都聽見。祈求你嘅平安臨到，撫平一切嘅傷痕。主啊，雖然早前敘利亞一夜變天，反抗軍將亞薩德政權推倒，但難民同境內流散者嘅數目冇因內戰停止而減少，仍有過千萬嘅敘利亞人民過住流離失所嘅生活。懇求你憐憫呢啲走投無路嘅人，願你大能嘅手蔭庇佢哋，保守佢哋免再受戰爭、饑餓同疾病嘅威脅。馬太福音9章36節咁話：耶穌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天父啊，敘利亞嘅穆斯林就係一群沒有牧人嘅羊群，佢哋困苦流離。雖然逃過亞薩德政權嘅掌控，但現過渡政府所推行嘅新課程，會將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強加於年輕一代。求你保守敘利亞學生免受呢啲思想嘅侵害，願真理嘅靈掌管佢哋嘅生命。主啊，憐憫佢哋中間嘅非穆斯林群體，喺極端主義同日益伊斯蘭化嘅影響下，佢哋會面臨更大嘅壓迫同邊緣化。求你保守敘利亞嘅基督徒，讓佢哋喺困境中仍堅守信仰，成為你光明嘅見證。願你打發更多工人到敘利亞禾場收莊稼，將福音傳遍敘利亞每一個角落，讓更多人能聽聞你嘅真理，認識到主耶穌基督係神，係唯一嘅救主，永活全能嘅主啊！深信你係聽禱告嘅神，我哋將敘利亞全然交託，願你施行奇妙嘅拯救，將你嘅光照亮呢個黑暗嘅地方。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們。